哎，昨歹势昨，手机也无电个，我家己毋知。好，今仔日袂啊，今仔日这电有够。好，咱对1654年9月19拜六吼开始读起，今仔日9月应该才读煞啦吼。9月19拜六，上午上述迄个原住民吼，就是叫用判死刑迄个啦吼。伫现场由新任的即个刽子手吼，刽子手来，查者即个词，平常时无机会讲吼。首先呢，先查即个快应该是含过价，即个过应该是读同音啦吼。过吼，站灯就是过吼，挂灯站灯过吼。今日顶有首贵族手吼，讲就是贵族手若是甘站，贵族手就是实际上拿刀斩的啊吼。好，贵族手吼，贵族手我看大日大书店敢有这看嘛就知。贵族手吼。大日大书收贵族手，或者是其他叫法贵族手吼。歹势拄则是今日顶嘛是叫做贵族手啦吼，我都无看来。手吼，贵族手、贵族手、贵族手吼，拢会使。贵族手啦吼。伫现场有新任的这个贵族手 John Barnes Root 用刀来处死，又搁规工好天，蜜蜂对西北方继续吹来。这笔法真高明啊！头前写讲即个原住民吼，伫现场有即个贵族手安尼用刀处死了后呢，随煞接就是规工好天，蜜蜂对西北方吹来吼，这画面规拢出来吼，讲起来是真悲哀吼。但是遮尔好的天气吼，好继续。针对昨收到的牧师汉布鲁克来批，今仔日长官阁下甲伊写一张回批讲，伫阮清点处地吼收藏无做的粮仓进前呢，阮也袂当决定去协助因迄个地区的居民吼，因必须要先家己设法去找食的吼，一直到阮会当知影讲对日本会当得到偌济粮食吼。9月20，礼拜日上午电钱无风，约10点钟，阮又阁感受到2道接续而来的相当强烈的地动。顶半暝11点，又阁一道地动。敬拜上帝日子。9月2拜无要事好天吼。9月22拜2无要事好天，即马阁开始安尼吼，无代志嘛是记一撮安尼就对了吼。9月23拜3游玩继续好天，你是有蜜蜂对西北方吹来，暗时有一阵小雨啦吼。骤雨，即个骤就是快速骤，我查者吼。拄则大日大书有写讲，迄个贵族手呢，其实是文啦吼，就是文言词啦。好，咒语咒语就是今日顶写做做要
跑走真紧，就是走吼，赶紧吼，走雨吼，就是落真紧的雨啦吼。当然，这种文言书，台语大书店可能无一定有收吼。我直接查这个汉字走，完全无收。暗时呢有一阵小作雨对南方头来吼，对南方，算对南方落过来吼。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25个大埔，载去7225斤鹿仔肉，4720斤咸鱼，1970斤虾仔，1300斤福尔摩沙的藤，1600斤糖水，一个空雀喊。3队有18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7065个人，载来556斤油，585担半的盐，58,121包薰草，13包又搁10篮的日本的薰草，403捆的粗纸，280个铁花，48罐山酒，800罐的西南米酒，3道半的红米，15锭黄金，924拜四。早起领工船载着水手长 Oak Peters 对此地去加野，要去以前伫遐失事的迄只 Junker 号遐 Junker 啦，Junker 号。听讲有一个荷兰的艇伫迄个水底吼，即当阵会当家浮起来，并且炸转来遮，因此伊奉着长官阁下的命令，要去遐去扶迄个艇。下晡加入船福尔摩沙号对平湖转来遮，对大船 Vrede 号的货门当中载来1400捆双捆的藤，以及 Witfalk 号对东京载转来的存落来19箱银。阮也对即只加入船受到商务员 Frederick Skidell 先生所寄来一张批。无特别重要的内容，不过爱阮考虑，因为大船 Vrede 号交出迄寡已经出卖的货物了后，显然将还佫有数种的货物会留伫船顶。12月中对此地派船航往平湖，船速将会非常的慢，而且航行会困难。是毋是会当互迄只船对遐前来此地的北平停船的所在停呢？以便搁较容易去用小船去遐，甲船顶的物件甲卸落来吼，并且将要送往巴达比亚的货物载去遐去装船。即个想法是毋是会当呢？是毋是会可行呢？是毋是会当呢？伊 schedule 咧听候阮的命令，上前参阅该批吼。针对于即个 schedule 先生的上述的内批。长官阁下和福尔摩沙议会签署协议了后呢，就是讲，阮应该爱甲大船 Vrede 号对平湖调来此地吼，或者是互伊继续留踮咧遐吼，即件代志吼。结果呢，一直决定。明仔载要写批互商务员 Skidell 先生讲，伊爱先踮咧平湖，命令迄只大船 Vrede 号该大量的树木甲胡椒该落来，装入去平底船 Pelican 号。按照即只平底船的即个伊的载即个量，伊有法度载即个安怎讲？即只平底船的容量吼，但是要安怎讲？伊有法度载量吼。这是啥物意思？按照即只平底船的载量来装起来吼，这平底船吼，并且要甲 Juice Case 的糖，这是啥物意思啊 ？Juice Case 是伫平湖的西南人的庙，伫个马经园的附近，可能迄当阵也是用来做即个寄藏货物的仓库。
但是无讲啥物庙吼。并且要甲伫个 juice case 的糖吼，以及目前放伫个即只 ready 船号顶头的即个甲板顶的即个糖的全部要甲伊装入去即只大船里。然后命令即只大船伫个后个月10月15号对平湖出航来台湾遮啦吼，北平的即交流区下面遐来停船。然后也要命令其他几只平底船伫个同个月22号均着航来台湾遮，因为伫个普罗宾西亚的迄个尾条呢，以及附近吼已经有相当时间，每个月由公司请9个新仔人做工，互公司增加加出来即个负担啦吼。因此以后要用公司的努力。就是做军旁船日咱伫也好所掠来迄寡江南人来取代即寡新仔人的工作，因为照惯例发北12度的即个佛罗摩萨农村稻作11岁的时间又搁遮近咯，因此计划将会伫个后个月17号举行即项发北，并且将此事先用荷兰文甲中文伫此地含即个普罗宾西亚遐来打出广告。这段期间又搁日常有大批的木料譬如木娘原木含即个槟仔骨的茶啦这毋知啥物茶伊只热菜嘛槟仔骨。外地就是平常时有大批木料呢，顶顶呢对快艇塔克曼号的船骸甲拆落来所以槟仔骨是船的槟仔骨啦再来取代即款物件伫咧需要的时会当用到日时微风对南方吹来，暗时该对西北方吹来，好天。9月25拜五。已经准备好势，并且准备好要出航，要航往平湖的即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要暗嘛就启程来出航。带着长官阁下写予 Frederick Skiddo 先生的回批前往平湖。即张回批内容包括着讲，要命令 Skiddo 爱安排大船 Ready 号伫个10月15号，若是天气许可，会当对伊遐派来台湾北平的交流区遐停船，也要安排平底船 Konik Van Polen 号和 Pelican 号伫共一个月22号左右派来台湾遮，也要命令伊爱安排伫个即只加入船 Formosa 号伫迄边协助将迄寡糖确实装入去 Ready 号以后，爱将放伫迄边陆上的盐用即只加入船 Formosa 号再转来取代。也要对即只 Ready 号落一批护照，装入去迄只 Pelican 号，并且爱写明讲即寡护照的重量，而且以后也必须要调查即只 Ready 号所碰见的迄100捆沉的下落。为了要修理平底船 Pelican 号，即只加入船 Formosa 号载去下列的物件，有3个即个加勒。我早今仔日袂记华伦加勒加勒。我昨要用即个下用词典要甲本码起来，毋知要哪本码，实在是我即满都要去订早。嘿。我先看一下 how to bookmark a page on Safari.
To bookmark a page on Safari, open the web page you want to save. Tap the Share button at bottom, and then select Add Bookmark. 来，我先来查这个下英下英。哎呀，我的重啥？好，然后伫什么 ？Open the web page you want to save. Tap the Share button at the bottom. Share button at the bottom. 我来无看到，然后都有 Share button。分享书哦，加有好。加入，好 ，OK， 好，加入，Pulley P-U-L-E-Y， 滑轮的英语叫 Pulley 哈 ，P-U-L-L-E-Y。English Pulley Search 加六吼加六，好，来咱转来第二只继续读咧吼。10个加六，2个3眼的骨车，即毋知啥物件，一个吊索的，一个加六，一个加六的滑轮啊吼，一个。手车位的铁环7道原木吼，一个 blind rock 会对主卡下讲是船顶固定卫星的锁啊，或者是链啊。blind rock 是固定两边现通的看帮。fork rock 是固定三角旁的卫星。一个 blind rock， 一个 fork rock 啊，四个全手车尾的即个铁环的铁螺丝，四对有吊钩的水斗，150担的叉。好，以上一寡修理准用的物件啊。迄只细只小船对加野载着水手长 Octopus 转来。因毋若对迄只失事的变雷船 Junker 号的残骸去护起上述的迄个定，也伫遐发现并且护起2门铁炮，同齐甲炸转来遮，抑搁炸转来，毋知几担的即个重条。迄寡新仔人讲伫遐搁再拢找袂着其他物件咯。规工拢好天，微风对西方继续吹来。暗时啊，几声弹雷响了后。对北方吹来一阵疾风骤雨，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是哪会来？其实我无爱念什么疾风骤雨这种听起来敢若就有学问的吼，其实是我编大翻译个啦吼，直接都空主笔都直接读过吼。对北方透来一阵强风吼，真强风。今后吼，今仔日有一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海，坐4个人，载有150斤的咸鱼、1900斤的福尔摩沙丁。然后一只篷船出航前往福尔摩沙南方，坐6个查甫，载有75袋米5担盐、2罐阿拉酒。
9月26拜六，风甲天气如同昨昏下午，奉长官阁下之命，由福尔摩沙议会甲35个处地驻军的士兵重新来设定契约3档，并且提悬即寡人升薪水就对了，提悬即寡人的薪水。有一只胖船对平湖来到遮，做16个查甫，再来4大盐甲9捆的粗纸。礼拜日9月27号，规工拢是真静又搁热的天气。今仔日受到避南的主管士官 Jacob Dusseldorp 本个月20号所写来一张批，是由迄遐的荷兰人翻译员对陆路送来。对这张批知影讲，伊伫迄个地区有一寡村社原住民中间的迄个相杀愈来愈厉害吼，伊是写杀戮吼。即个愈聊个早者，应该较早敢若捌早过了吼，袂记了了啊。愈就是略吼，略就是台戏吼，新思变吼，就是略。杀戮嘛，吼，体辱耻辱啦，吼，体辱嘛是辱，破病嘛是辱，哦，杀戮叫做杀戮嘛，吼，杀戮。伊讲，伊迄个地区有一寡村社原住民中间的杀戮愈来愈厉害，吼，大家就小睇啦，吼。但是无从查知杀戮的原因，吼，无从查起大家小睇的原因，吼。要讲大半是因为饥荒，以及因为因此所引起的失望所致吼。不过，确实的原因也是毋知。虽然如此，对阮伫遐的荷兰人，毋但拢无伤害，抑阁拢真欢迎接待，这是如意的代志吼。因来写这如意的代志，这是算好事啦吼。伫扫把吼 ，Zaba 有一个所在叫扫，有写汉字扫把吼，扫涂骹伊扫吼，扫把。阮的营房以及15间当地人的厝吼，伫咧7月初6完全烧去吼，烧害去。这是3年来第3摆发生的火灾，所以知影讲情况无好。伫咧8月30号，伫尼卡蓬社有一个精神失常的原住民走出来，无理由，嘛无讲半句话吼，就用钱来射死一个囡仔，以及迄个囡仔的妈妈。哇！迄个囡仔老母甲囡仔就安尼吼，一支钱就射死吼，以及另外一个福尔摩沙的少年人吼。毋是说射死3个人吼。迄时别人过来，毋但甲即个人抬死，也甲伊的后生抬死，就安尼有5个人同一个时阵被抬死了吼。唉，为什么看了这种悲剧，我总是感觉心内诚艰苦。8月22，因遐吼含阮即只小乡，还有过一场非常强烈的暴风，应该是讲伫台东啦吼，避南，真侪竹仔厝拢被风吹倒去吼。敬拜上帝日子礼拜日。9月28拜日，有一只新仔人的胖船已经停好，一有机会就要出航前龙淡水，摕阮的许可证要去遐装运硫磺，直接要对遐航往福州。因已经事先为此已经有6艘。今仔日阮写一张批交互即只胖船载去淡水，互商务员 Thomas Van Ibelen 吼，命令伊爱尽量较紧派加入船 SWAT Vast 号以及胖船 Zealandia 号载硫磺，而且后壁括号写讲硫磺应该是涂炭的丙吼，应该是要载
吐痰转来处地，因为进前讲一年需要吐痰嘛吼，所以因即嘛要尽量载一寡吐痰来，也将病毒迄阵勘辨好吼，派来处地来遮停存。如果该船无去骗哦，阮也要附寄一张简短的批互勘辨好的主管来说明此事。不过，即只帆船今仔日也未出航。9月29，拜二天气非常的热，虽然有微小的微风，这是什么意思啊？微小的微风啊，就是透大风咯。上午对西方吼，暗时啊对北方继续吹来。上午伫公司的仓库呢，伫 Frederick 高野就是诡异的吼，诡异的吼。哎，我搁早就去开哩，我想，我计是读第二声啦吼，第二条诡啦吼，诡会使，鬼嘛会使吼。鬼吼，第5声，第5调，鬼一吼，鬼17325，17325，3鬼吼，鬼。上午伫公司的仓库里，伫 Frederick 贵阁下达曼斯先生 Peter Van Alpelen 和 Thomas Pedal 在场的情况之下，由长官阁下公开拍卖几项粗货和幼货，吼，是那生理人。下晡又阁有36个军人和长官阁下甲福尔摩沙议会锁定契约3档，为公司做工，并且顺利提悬薪资。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平湖做16个打补，再有200斤糖水。9月30，拜三。9月最后一天。犹原像昨昏，又有微风对北方继续吹来，对政务员 David Hardhour 自荷伯人所写予地方官 Albert Hoogland 阁下的批，阮对这张批知影讲，该地区的状况无介好，有一寡教会人士想过分施展权威，特别是因的部属，就是迄寡学校的教师。因为因偏歪逆路的性格吼，就是这边的翻译排性地啦吼，因为因的排性地以及酗酒吼，以及这个喝酒啦吼，啉烧酒吼，对福尔摩沙人吼，较动骹动手的情形，搁较过分吼。哇！即寡教会的人，实在是吼歹模样，好无人吼，足衰吼，拄着即寡。因此呢，迄寡原住民对阮荷兰人愈来愈反感，也愈来愈恼怒吼，愈来愈受气嘛吼。即个政务员。有料讲早晚将会因为安尼来发生大波动，而且伊也烦恼讲，因为迄寡善良人无法度，迄个善车人无法度承担遮尔过分的义务，可能会因为绝望，吼，所以会来找机会来杀害住伫遐的荷兰人。但愿万能的上帝阻止此事发生。数日前伫塔拉巴贾峡吼，这个峡捌听过吼。塔拉巴贾峡呢，已经发生有几个人对遐的学校教师，我阁袂记这词安怎翻译啊？挑衅吼，挑衅，挑衅，我来查一下查台语。掠空吼，起事端吼，
数日前，伫咧塔拉北加社已经发生有几个人对遐个学校教师去亚康起事端的代志。其实安尼反无讲介准安尼就是去掠迄寡老师啦以后掠着迄寡起事端的人呢，就会当明白原因咯。即个伊是啥物人？迄个写批的人吧，政务员 David Howard， 伊嘛请求即个电官下令讲，按照历年的习惯来修建智罗山甲新港中间的道路甲桥梁等等下午彭船日咱伫河对淡水再吐炭平安转来遮，该船捌伫即个港岛呢来坐队约了1点钟。士官 Cornelis Van Bay 早伊的家眷就是厝的人啦某啦囝啦共船转来遮。主治医师 Jonas Jacobs 和临时的探访团队 Six也同齐转来遮，要转来接受牧师Jonas Cliff 考试了后，将搁再转去遐转去倒位淡水啦拄则讲的即寡人拢对淡水啦阮对即只篷船的主管收到商务员 Thomas Van Epelen 所写来的张批 ，Thomas Epelen 是伫个淡水的遐的迄个长官所其实本个月21号到27号对即张批知影讲，驾驶船 Swartwas 河对平湖出航，伫本个月17号到过人载着平头船坎便河所需要的鼎啦和锁去遐。平头船坎便河已经伫本个月23号对遐出航前往平湖，要对平湖航来处地停船。用上述迄只篷船伫咱伫号载去遐的商品甲粮食因拢真愉快来收到了因也对上述坎便河提出一箱现款和12桶的慢啤酒慢秘鲁啦，留伫因遐咧使用Victoria 碉堡现在已经全部完工，而且做甲遐尔完备，以后真侪年拢毋免搁再增建毋免搁扩建，毋免搁扩建扩建是要安怎讲？伊是增建增建但是我伊个袂记扩建扩建，我定定拢读阮公司的老先辈，拢讲扩建安尼，扩啦应该是扩大啦扩建，应该扩建啊对啦好啦，这 Victoria 碉堡毋知是伫倒位，我嘛读到即嘛毋袂记好，全部完工啊做甲遮尔好，家己学了甲达志以后免搁扩建，以后敢若修理一寡真省钱的工作安尼尔。过来，德产社人也是非常的高傲即个性地歹，而且真主观德产人新德人毋通掠伊毋过对阮的友好的春社到现在也无骚扰啦无甲阮即个骚扰显然是因为对阮的武力有所惊吓啦有咧惊就好啦好啦新德人莫掠但是算拄着较硬伊嘛会惊啦伫淡水呢，阮的人当中又有真侪人严重感染热病，但是伫过人大家拢健康无事。因有定伫咧10月中以前命令迄只加入船 Swartwas 和载土团出航转来遮转来即个写日记的遮台南遮台湾
伫迄以前，因会用原木好好来修复该船。自由市民尼古拉斯·维尔米尔坐着伊的篷船到遐，又个已经对伊遐出航前往即个 Saint Lawrence， 就是宜兰的苏澳吼。因为遐的主管商务员 Thomas Van Epelen 伫咧迄个地区水土不服，伊伫咧淡水定定咧破病。因此，请求明年5月伊任期届满的时阵，会当对此地另外派别人去接替伊的职务。即寡批信的详细内容，请参阅原批啦吼。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20个大埔，再有2750斤的鹿仔肉、2850斤的咸鱼、3950斤的蚵仔、35斤虾仔。5800斤糖水，800斤福尔摩沙的丁，自从大明吼亡国了后吼，荷兰人和西南海边的生意吼，看起来拢无介好吼。较早电啊拢载一寡荷布吼，什么布一堆，即马拢无啊，即马拢山产甲海产。好，10月初一拜四。10月啊，等下哦，我摕一下水来啉者。哦，有真有。对上述商务员 Thomas Van Epelen 对淡水写来批，阮知影讲伊无拍算要等咧本个月15号以前派迄只加入船 Sword Vessel 对遐载土团出航转来遮，安尼会严重妨碍阮以后去北平停船的所在，为着迄寡大船落货甲装货的工作，应该是迄大船可能是要转去印尼的啦吼，所以要装即寡土团。如此呢，即此地将会敢若剩迄只交入船 Formosa 号和迄只细只领工船会当为着即个目的来派用，因此为着要互该船尽量较早对遐派转来遮。哦，这是你写啥？我看无介有。拄啊好要带着长官阁下的批去淡水迄只西南人的篷船遐。关系着此事记载伫上顶头一个9月28号迄条吼，还停伫咧遮，还袂出航。长官阁下着搁另外写一张批交互该船送去互即个 Van Epelen， 命令伊爱确实遵照命令，将上述迄只加入船莫考虑其他因素，只要天气良好，就会爱派该船载土团紧来遮吼，并且将为着该船已经铺好的原木放入船内当做载来吼，由阮此地木枪来加以装配。伫此地装配要比送去遐装配较好真侪吼。若是顺风，会当伫2-3工内，搁再派篷船宜兰地下号对遮去遐一抓，要去载，尽量载搁较侪土团。上述迄只西南人的篷船伫咧上午就启程出航咯。伫咧即个期间，宜兰地下号所落来诶所在的即个土团呢，以便如上述爱尽量较紧来准备好，搁再一次航往淡水。美方对西北方也对北方车来天气良好，有2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50个大埔，再去19637斤鹿仔肉、1700斤蚵仔、31道即个孔雀蛤吼，即以上山产海产吼，搁来是2400斤的糖水、9900斤的咸鱼、2020斤的虾啊，850斤福尔摩沙的丁吼。你看拢即寡吼，即寡利润绝对无可能是含迄寡布绝对袂比的吼。你看即种物件拢是重的吼。好，阮收到一个药港甲即个打狗所送来的书面报告，讲阮派驻伫遐的军人状况良好。
10月初2拜5，上述旁船23号今日全部涂炭落了，并且又搁准备好要出航，以便若是起风，就要搁再出航前往淡水，要搁去载一抓着啦吼。上午，此地刑事法庭开庭，真凉快的微风对北方继续吹来。我若看了法庭开庭，我就烦恼要判死刑啊！10月初3拜6，今仔日长官阁下互商务员 Thomas Van Eperen 写一张批，甲即个人写一张批啦吼。交互已经准备好要航往淡水的迄只航船220号，但是因为上午无风，而且下晡对北方透来强风，致到该船无法度出港。用即张批搁再一次命令迄个淡水迄个长官 Van Eperen 爱特别安排上述加入船 Sword Vast 号以及即只航船220号一定爱尽可能来航转来遮吼。尽量安排，互伊紧载涂炭转来就对了吼。应因的要求，即只航船也载一个医师要去归人，伫此地已经乘做探访团队的 Six Sikhs 吼，和 Abraham Plumio 也共船要去归人工作。其他的人呢，探访团队，其他的人由国号上探访团队会当留踮咧淡水，安尼。就这两位，就是淡水甲归人拢有够额团队人员咯。阮也命令上述迄只航船220号的主管，万一因若无法度及时去到淡水，就会当航往澎湖，踮遐装上为此地所载来的货物，然后就是踮遐装一寡要载转来台湾的货物，然后转来台湾遮吼。10月初4礼拜日。规工透北风，而且是愈来愈强吼，敬拜上帝日子。10月初5拜1，乌阴天，风一直对北方吹来。迄只伫咧此地就坐对靠浅啦吼，坐对迄只快艇呢，他左岸号有一边的船舷被海涌冲击脱落去吼，飘到清水溪附近的。海岸，长官阁下已经派人去拆除该船舷，并且对遐载大批的木料、铁的螺丝甲其他的铁器来台湾遮。即寡物件伫咧需要时阵拢会当用到。该快艇的另外一边的船舷飘来即个城堡后面的烟花车也已经该拆除，并且对遐。载转来真侪船顶的物件，船顶的即个用具啦吼，用具、工具诶物件就对啦吼。今仔日已经来此地吼，热兰遮城堡，就是来热兰遮城堡来热兰遮城堡设立的南区政务员 Jonas Olario 甲学校教师 Hendrik Norden 对马里华伦写。寄来，互伊的一张批来交阮。阮对批你知影讲，本个月初一的暗时啊，有一个南区的原住民来马里华伦写呢，公司的营房附近，想要来攻击哨兵吼，即个骑哨的即个兵啦吼，因为伊佩大盾牌吼，佩大盾牌吼，标枪吼，和朴刀挂过吼。因为佩大盾牌、标枪甲挂过吼，挂过就是砍刀啦吼。哨兵看见即个人对远过来，捌该叫吼甲喊，但是无回答吼。迄个原住民搁较接近过来，并且用标枪吼。上述的哨兵直直甲射来，射着该哨兵的肚脐下底，随倒伫涂骹死亡。哇，真衰啦吼！迄时另外一个士兵倒伫困吼，被迄个哨兵倒落来声音，惊醒啦吼。
甲拍着惊吼，拍七惊。随营房逃走，迄个原住民就倒咧虐伊吼，一直虐到营房，并且用挂过，伫咧伊头壳顶扑正重伤，啊，搁伫咧胸坎扑2刀，骹扑1刀。当你困的士官被即个大声吼，完了个拍七惊吼，伊跳起来摕一支斧头去攻击迄个陪伴的原住民，但是拢无法度拍着伊，因为即个歹徒相当的灵巧吼，骹手真溜利，每一刀用补刀攻击伊拢用盾牌挡条吼，闪避，最后被盗走。不过无偌久以后，迄个人就被该村社长老抓着，捆绑送来营房关起来，听候处罚的命令。这个原住民是到底是啥物原因来犯这个案呢？当时，迄寡长老对这件凶恶事件加以声明，讲因对此事完全毋知，完全无所知啦吼。迄完全是该罪犯蹊跷的作为，别无缘故吼。而且因也一直无法度对这寡小讲的人吼，听着半句话吼。如果心性如此吼。什么意思哈？伊的这个国号写讲，如果心性如此哈，应该是讲因即寡长老啦，无法度对即寡可能是心性的这样的小讲的人听了半句话哈，所以毋知影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伫即个当中，因听候对处罚命令，应该对即个人如何处置哈。以后因伫迄边会将来更较注意来守话吼。好，10月初6，拜2，有警方对北方继续找来无值得记载的事。咱毋知会看到10月初7拜3，有警方对北方找来无值得记载，就 copy and paste 了嘛。逐字拢相像。10月8号。毋知讲起即个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吼？后壁毋知讲着，来，咱继续看咧吼。早起阮又搁伫台湾，搁感受到2道轻微的地动，天气良好，微风清爽，对西北方继续吹来。因为强烈的北风到当无法度出航前往淡水的迄只篷船宜兰第2号，今仔日要暗嘛出港航往淡水咯。同时呢，加入船福尔摩沙号也对澎湖转来靠岸，并且对平台船坎边号载来下设商务员 Gerard de Ryder 和 Robert Burrock 以及因的家眷哈。上述迄只平台船伫顶个月23号航离归人，然後伫26號順利到澎湖。隔當日對此地去的迄只加入船福爾摩沙號也到澎湖遐個款吼。商務員 Frederick Scado 將2張批交予即只加入船，其中1張續期是頂個月29號。迄時即只加入船已經準備好要轉來遮，但是被強烈的北風所阻擋，一直到昨昏因才會當航離開遐。伫遐第二張的批裡呢，即個 Scado 先生寫講，對阮關係着派船載貨的命令，伊將會確實來遵辦。譬如講，現在就已經用即個上述的加入船福爾摩沙號對平台船威廉號所載來200支的手棍哦，200支，即個支是手棍吼，我白翻了，毋知你翻啥吼。200支就是32,944斤的盐，并且对平台船坎边号载来1303捆单捆和210捆双捆的藤。伊嘛遵照对此地吩咐，对遐
交32000斤的盐予新仔人。现在遐也阁有138支盐，迄寡盐也将会伫最近再来取缔，再来台湾遮啦吼，取缔拢是写日期的所在吼。因对大船弗雷德号的货物当中，以现款出卖的护照不过是27担而已。对即个烹料的需求无讲介多，因也日常拢无用伫对大船弗雷德号搬运护照甲苏木去装入去佩利干号。即只弗雷德号因此呢，船舱有空出让出真大的空间啦吼。现在迄寡以前的糖，甲一直放伫架帮顶的糖，拢会当适当来甲因放入去船舱。若是讲因的建议，若做会到吼，就迄只加油船到台湾，还阁会当随派加油船，阁再去载糖去澎湖一抓，以争取时间。迄寡担去的护照，伫即个期间也伫上述的佩利干号顶，真可能尽量来甲清洗拍打。即寡护照已经后去啊吼，因此拼真侪线索吼，等真侪黑角啦吼，等真侪黑角要送去要修理迄只佩利干号的物件，因拢有收到啊吼，也认真骨力甲迄只船修理好。迄只变落船勘变号的大桅杆，因为强烈持续的暴风以及该桅杆的飞行裂开吼脱落落来，被拆离的1/3的高度。这是啥物高度？是讲啥物物件高度？因此，因伫咧处地供应3个细毛棒去固定迄个桅杆以前，毋敢将该变落船驶去海上吼。该船也需要3条定绳吼，定针就是定即个锁啊吼，定针。因为因拢无定针咯，而遐其他的船只也拢无加出来会当照用的定针。即寡船只一般拢真欠缺物资，会当啉的葡萄酒不过是3罐而已。因此 ，Skado 对上述勘辩号提出一罐秘鲁吼，互大船弗雷德号。以上各项情形会当对上述迄张批详细看到。剩3分钟，3分钟这篇可能读袂了，不要紧，尽量哈。10月9号拜五，安静有雾的大蒙的天气吼，微风对西北风吹来。迄只加油船佛罗摩萨号落所在物件，德克20捆的tiền甲1支盐吼，短缺啦吼。我都直接德克，这是嘛，都算欠20。这边来讲，短缺就是减无去20捆的tiền甲1支盐吼。即挂阮确信一定是伫咧澎湖遐减装啦吼，漏交去吼。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因为商务员 Frederick Skado 先生伫最近用迄只加油船佛罗摩萨号对澎湖早来处理，互长官阁下来批写讲，现在迄只大船弗雷德号的船舱已经清理到，毋若一直放伫咧甲帮顶项，放伫咧 Justice Case 就是妈祖庙，所有的糖拢会当适当来甲装入去船舱。如果搁再对厝地载几箱仔糖去，也会当装起去，并且要互该船的载重搁较良好。上述大船将会遵照对厝地送去的命令，伫本个月15号航来厝地北边的礁石区遐来停泊。因此，今仔日长官阁下令迄只加油船佛罗摩萨号，如上述该船现在已经落货完毕，明仔载爱随准备好出航事宜出航的代志，并且装上250箱的糖，取代所会当装运的380箱，以便伫该船内装上2个加固桅杆的护毛棒，和一寡其他真
真重的材料吼。即寡是为着要修理变地船较袂好所需要吼。安尼，互即只加入船装载适当，也袂超载，会当踮海上平稳来航行，会当对此地对台湾遮航空疲劳，将即几箱糖伫大船 ready 好出航进前，来此地以前装上该大船，并且将勘辨好修理船所需要用到的物件来交互伊。万一即只加入船伫本国月13号或者是14号以前无法度到偏湖，也就是讲无法度伫大船 ready 好对偏湖出航以前，就甲糖送去装上该大船，安尼就要转来遮。伫遮港外看到即只大船 ready 好的时阵，将会将所在即寡糖交该大船来增温，然后就要入港。伫即个情况之下，迄只伫偏湖需求修理船用品的变底船勘辨好，因为状况也无遮尔严重，无定会当由停伫遐的其他的变底船来甲伊协助，用因暂时会当无用到的物件来支援迄只船。今仔日甲关系到有定伫本国月17号要发白赤坎农地。著作是米色的用荷兰文甲中文书写的公告出去吼，告示啦吼，公告出去，互每一个人伫即个有定发北的日期以前，拢会当充分思考准备吼。队长 Thomas Peddle 的迄寡农地，就是伫个 Middleburg Powder 有空的，毋知几Morgan 是几架队款啦吼。今年的著作有。因为有好诶值得考虑诶理由，就伊斗来免税吼，免6组啦吼。有6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82个大波，再有3294斤鹿仔肉，5408斤佛罗摩萨丁，1466斤虾仔，22737斤咸鱼，2200斤糖水，20道空笑ham。2400斤蚵仔，全海产山产吼。我来查即个组字吼，我拄则讲免税吼，免6组 ，CHOU 第一声。我的起盘阁出问题来款。我竟然在充电呢！看见我这个起盘是出问题啊！无法度拍你。好啦，安尼就莫查。我本来想要查这个组字吼，是毋是射金的意思吼？好来，今仔日读到遮，我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无啥物笔记吼。好，安尼，咱来规房明仔载休困吼。好，多谢阿官，多谢大家。